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这期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两地的警方对同一件事情认定截然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咱们都是根据官方的通告，还有一些自媒体的采访。前几天很多媒体还有自媒体都在报道，因为现在东北现在是旅游的旺季，这个冰雪季，游客很多。当时有媒体报道说，近日网友反映，吉林一大爷在小雾松岛景区救助受伤女游客，垫付3700元医药费后，游客一声不吭离开，引发关注。视频中，一男子为身旁衣着朴实的大爷打抱不平，好心好意给你垫了3700元医药费，你连个声儿都没吱就走了。该男子解释道当时的监控视频显示，你受伤的与大叔牵的狗爬里小冰车毫无关系，这位大叔的生活也不富裕，希望你看到此视频后，将大叔为你在医院垫付的所有费用如数退还。同时，这个视频中民警也证实女游客摔倒位置离大爷狗爬里1米多远，主动垫付医药费后，对方还问他要5万元赔偿金。大家看视频，这个事儿你办的太不讲究了啊！人家大叔也不容易，好心好意把你送到医院，给你垫了3600、700块钱的医药费，你连个声都没吱你就走了。有关部门已经调取了当时的监控视频，你的受伤与大叔牵的狗爬里毫无关系。你作为重庆来到吉林的一名游客，在吉林市受伤了，我们深感歉意，但是咱们千万不能伤及无辜啊！通过了解，这位大叔的生活也并不富裕，希望你能看到此视频，将这位大叔在医院为你垫付的所有费用如数退还。视频前的你，请帮忙转发，让更多人能转发此视频。我是吉林大波，最后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现场是那个重庆这个旅客吧，那女的当时摔倒位置应该是在这个台阶的上面位置，她的那个爬的那个是停在这个位置，他俩之间还有个1米多远的距离，但是她呢为了不影响咱们这个雾凇岛的整体形象，主动的为这个旅客呢，垫付了医药费，这个3700块钱，这个您垫付的医药费，然后呢以我们文旅局的名义，这样先给到您补偿给您。然后呢，大爷对，大爷点点，大爷点点，拿出来看看，大伙儿真金白银，真金白银，文旅点赞，应该做了，感谢啊，主要是感谢大爷啊，谁到上吉林市有危难找窄的，我还伸出援手帮助大家，谢谢谢谢。这是1月9号下午这自媒体博主说，吉林找到了为受伤游客垫付医药费的大爷，同时邀请到辖区派出所周警官对大爷的遭遇进行讲述。实际上，在吉林小雾凇岛这个拉着狗爬里的这个大爷当时拉着游客路过一个小台阶的时候路边这个时候来自重庆的一名女游客摔倒了，但是女游客说是狗爬里把她刮倒了，或者把她撞倒了，然后这个拉狗爬里的这个大爷马上就打120，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3700块。后来在自媒体还有当地宣传之下，这名重庆女游客说从医院不辞而别，而当地的警方吉林的警方通过视频录像证实，游客的摔倒跟那个狗爬里没有关系，那这个大爷垫付了3700，那属于好人好事，属于见义勇为。结果这个游客找不到了，这些自媒体向这个游客喊话，让他要承担责任，把大爷垫的钱还了。当地的文旅局立马挺身而出说文旅局这博主以文旅局的名义带游客补偿大爷3700元。文旅局回应说，官方账号没有发这事，但垫钱是官方行为。他说我们不希望给其他地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月10号上午有记者联系到吉林市文旅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吉林市文旅局官方账号发布此事，信息发布均为网络自媒体，女子发布的视频和我们没有关系，但垫钱的行为是我们官方行为。这个报道来自华山报
大风新闻。这个报道一出去之后，网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要求重庆文旅局出来走2步，要求重庆的游客出来走2步。你不能干这事儿，人家大爷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是在做好事。结果你医院里面出院，一声不响跑了，大爷白白的掏了3700块，还蒙受不白之冤。结果你说这不巧了吗？今天人家重庆警方也发了一个警情通报，又是蓝底白字啊！你看啊，这个又是各执一词啊，就是从吉林方面认定的拉狗爬里的这个大爷那是做好事。我们看看重庆警方是怎么说的。近日网传吉林老人救助重庆一游客反遭诬陷，引发舆论关注热议。2025年1月11日，我局接到辖区居民雷某报警求助。重庆的公安局人家接到游客雷某报警，称是网传重庆游客的丈夫网上所传很多信息不属实，还有辱骂他夫妇的信息，请求公安机关调查，还他和妻子清白。我局接受报警后，派员赴吉林市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提取查阅相关音视频、医疗记录等书证，向主治医生等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赴外地询问导游、现场目击证人，提取目击证人手机录制的现场视频。初步调查情况如下：2024年12月2号，彭某跟团到吉林市旅游。12月3日，旅行团在导游带领下到丰满区小雾凇岛景区游玩。8时许，彭某站在景区路边换手套，一辆载有游客的狗拉爬犁经过彭某身边时，彭某倒地，带团导游拨打120求助。经营该狗爬犁的李某对彭某受伤表示歉意，声称愿意负责，并主动与同行游客、带团导游一行3人随120救护车将彭某送到吉林市中心医院。到医院后，彭某被诊断为右小腿胫骨3处骨折，其中2处粉碎性骨折。李某垫付了3659.9元，含378.5元的120救护车费、270.4元急诊费、11元挂号费以及3000元住院费，一共是3659.9。12月3日下午，彭某丈夫雷某从重庆乘机坐飞机赶到吉林市中心医院照顾妻子。12月6号，医院拟实施手术，主治医生要求至少预缴3万4万，也就是30万块钱的这个手术费用，你得先交。彭某随即电话联系李某，商议预缴5万元费用事宜，双方发生分歧后，双方又多次电话协商手术费用未果。彭某丈夫雷某于12月9日自行向医院缴纳3万元手术费。12月11日，彭某完成手术。12月13日，说吉林市公安局属地派出所民警给彭某打电话，称接到李某女儿报警求助，通知双方到派出所。民警组织双方查看景区事发现场监控镜头距事发现场40米。重庆警方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也就是吉林警方他是通过视频来断案，调取视频证据，但是这个摄像头离事发地点40米。通过这个视频，吉林警方指出彭某倒地摔伤与李某的狗爬犁无关系，让双方协商赔偿事宜。雷某认为监控画面模糊看不清楚，表示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如果不是对方责任还要感谢对方。随后双方协商无果，未签订调解协议书。12月16日，彭某与李某女儿微信语音通话，就是否退还垫付款发生争执，此后双方再无联系。12月23日，医生给彭某拆线，表示可以出院。彭某办理出院手术，治疗费用共计37519.01元，当然这个是包含李某垫付的那个，还雷某还补交了3859.1元，总共治疗费用37500。12月24日，雷某带妻子彭某返豫，彭某佩戴固定支具继续康复治疗。哇，这摔得还不轻呢，20多天了还要带支具。
我局民警赴外省找到当时乘坐李某所牵狗拉爬犁的游客夫妇了解情况。当时坐李某狗拉爬犁那个乘客也是游客，这两个人明确表示，李某牵着他们乘坐的狗拉爬犁行进时，爬犁右边钢管碰到路边犁这个彭某腿部，致其倒地。综合多地调查情况，初步查明彭某、雷某不存在网传的诬陷情况。目前我局正在进一步协同吉林市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呼吁广大网友理性平和对待此事，避免人身攻击，共同营造清朗和谐网络空间。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2025年1月15号。今天呢，你看看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两地警方结论是大相径庭啊，180度。吉林警方认定这是狗拉爬犁那个大爷李某做好事，但是重庆警方去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这个李某是这个彭某受伤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他的狗爬犁钢管把那彭某带撞倒。我来聊一聊我对这是一个看法。这个吉林省吉林市我还正好去过几次啊，都是冬天。他那儿有个叫丰满水电站，应该是日本人当年建的，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发电啊，可能没有发电了。他那有个著名的景观，应该叫雾凇，路两边松树，上面全部是像结了冰一样啊，那个景观比较奇特，所以旁边恐怕有个景区叫雾凇岛。雾凇岛我去没去过我不清楚，我反正那附近我都玩过。松花江从那儿流过，往上走上游也是松花湖。说到松花湖，很多人恐怕不知道，不太了解。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啊，曹县有个犯人是士兵，他不是关押在吉林省那个什么监狱，他马上要到期了，要把他释放，就相当于把他送回曹县。结果他越狱了，大家还有印象吗？越狱之后反正特别厉害，翻过那个什么棚子，从棚顶要翻过围墙翻出去，这是他为了避免被送回曹县，他越狱一路潜逃，逃到哪儿？就是逃到松花湖上面。松花湖上面有很多渔民在那儿搭的窝棚，类似那个简易的小房子。到了冬天他就没人，他就躲在那里面，后来被警方给他抓住了。松花湖，吉林和重庆两地的警方说法截然相反。实际上通过重庆警方和吉林方面的这个说法，恐怕有很多人至少从做事细致方面，从证据方面，恐怕大家都已经偏向或者认可重庆警方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吉林警方他判断这个案子的纠纷的证据，那个视频，我想那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实际上非常不清楚，应该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或者就是说作为证据它还不够。至少我们通过那个视频，你是看不出来爬犁跟那个倒地的人到底有没有接触过，有没有什么关系，你根本看不出来。重庆警方人家不仅看了视频，他还找了爬犁上的那两个游客，这个游客啊是关键证人啊，证言证词，所以说重庆警方的可信度那远远大于吉林警方。目前双方是各执一词，所以重庆警方啊最后说，我局正在进一步协同吉林市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我个人认为啊，吉林方面做这个事情有点毛糙，不够细致，让人感觉这个验证了啊，这个投资不过上海关。我倒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偏袒，那至少说明这个纠纷你调查的不清楚，你只是通过视频去断案，应该要调查当时的目击证人，还找好几个，结果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也告诫我们啊，很多网友喜欢拿这个视频，拿一些似是而非的当做铁证，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你要做网络法官，你要拿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比对、交叉验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否则你即便是警方，你也会上当受骗，也会误判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跟目前东北这个叫冰雪经济、冬季这种旅游有关系。因为现在哈尔滨正是火热的时候啊，那东北各个地方都希望借冰天雪地搞活经济旅游，都要吸引南方的小头头到东北去玩。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搞出这么一个狗血事件出来？本来它就是个小事，是两个人纠纷，对吧？你要不服就报警，警方介入处理就完了。最后为什么导致1月10号前后网上全部是要重庆文旅局出来走两步，搞出这么大一个舆论出来，最后逼得人家这个彭某和她的丈夫雷某跑去报警，受不了了，网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最应该关注的。所以这里面第一个狗爬犁这个大爷李某这个人非常有意思，我个人判断他是个标准的典型的咱们农民本色底层人，劳苦大众。为什么这么说？当这个游客倒在地上，他第一反应道歉，然后陪他去医院，是积极负责任的。我本善良，心地是善良的，这是他
他的本能反应，他要负责任，要跟那个导游一起把这游客送到医院，自己还垫付医药费。到这里一点事都没有，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当这个医院要雷某要交3、4万的一个手术费的时候，金额过大，估计是超出了这个李某的承受范围。李某他就开始犯嘀咕。这个时候重要人物就是李某的女儿出场了。李某的女儿出场，他第一反应恐怕就是认为这是被人讹了，因为李某的女儿她不是当事人，她是个局外的人了，她不是第一现场，她没有目睹这一切，所以她完全有理由怀疑我爸是刚好是被人讹了吧？因为这种事情网上很多，什么老太太倒地上，你要上去一扶，那是你撞的，这种报道也非常多。那李某的女儿她有这个想法也是合情合理，她就去报警，这是不是遭到人讹诈？不是我爸撞的，他非说是我爸撞的。我觉得到这儿都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报警以后，那吉林方面做的工作太粗糙，把本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纠纷就逐渐变味了。他轻易的就得出了一个游客的倒地跟爬犁没有关系，那这个定性非常的一下把事情这个方向就转变了，正好迎合了网上大家的预期。因为现在网上都是充斥一种倒地不要扶，一扶一定会讹上你。你看这个吉林方面的这个结论正好符合这个预期，所以大家情绪就上来了。但是吉林警方也很有意思，那如果说你要说判断倒地跟这个爬犁没关系，那不应该这么处理，那就不是纠纷了，那应该按敲诈来处理。你已经判断了他的倒地跟爬犁没关，那重庆游客呢就是讹诈。所以吉林方面这个处理值得打几个问号，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至于后面推波助澜，那就是自媒体还有吉林的文旅局方面开始宣传。我想吉林的文旅局比较简单，他恐怕想借这个事宣传我们吉林游玩是安全的，出了困难是会有人帮你的，大家放心到吉林来玩。无非他想干借势宣传造势，我们吉林人民风淳朴，值得信赖。至于自媒体，这大家都知道，这种自媒体它的流量就是要制造这种对立，没有对立哪有流量呢？就要撕裂，所以他就大肆渲染。在自媒体这个渲染之下，本来一个纠纷，这两个人的纠纷变成一个人品问题，变成一个我们这儿东北那多好，吉林民风淳朴，但是你们这游客啊太过分。我想通过重庆市他们的这个通报，可以说吉林方面的表演翻车了，这次翻得很彻底。这个事情反映出吉林方面做事确实比较糙，不够认真，得出结论非常草率。吉林的文旅那也是操之过急，本来先借机宣传一波，这回是越描越黑。这里面当然有自媒体的责任，在里面推波助澜，撕裂社会。这里面还要说一下重庆警方接到自己辖区的人的这个报案，也是不辞劳苦跑到吉林去调查。大家记住了，他是在吉林方面已经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跑去调查，那不就是翻案去了吗？所以说明重庆的警方值得表扬。当然了，也可能他是为了维护重庆的声誉，因为现在很多网友要求重庆的文旅出来走两步，出来给个说法，也就是说让重庆官方出来给个说法。所以重庆警方不辞劳苦跑到吉林去翻这个案子也不容易啊。总之啊，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它就是个纠纷，本来是个小事情，双方对吧协商完了，这个只要吉林的方面啊认真一点，这个事情完全可以避免就是这么大的舆论了。这双方该走医保，该赔点钱。我想啊，搞个在医疗系统的或者卫生系统的人应该懂，像这种要走医保，个人恐怕掏不了多少钱吧，或者掏不可能是3、4万，李某可能就是那个狗爬犁的主人，恐怕也赔不了多少钱，当然也可能给人家赔误工费。这个事情本来是个民事纠纷，双方一协商，结果由于吉林方面的这种敷衍不认真，吉林文旅急于立功，自媒体添油加醋煽动，搞得这么一个闹剧。但这个事情在1月10号已经上了热点，但是我没有去聊这个事，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只有吉林方面的说法，只有狗爬犁主人的说法，而没有这个游客受伤的游客没有说法，所以这个事情我判断不了。所以最后我说来说去，咱们不是地域黑，咱们平心而论，现在冬季本来有很多人愿意到东北去玩，那我本人就去过好几次。对东北来说啊，这也算是泼天的流量了，泼天的富贵，关键看你接住接不住。这个东北不光是哈尔滨，东三省都这样，能不能像淄博那样的那接得住这种流量？靠什么接？还是靠用心，靠细致的服务，来不得半点马虎。这闹剧实际上对吉林甚至对东北冬季的旅游都抹了黑，带来了很强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助长了网上这种对吧倒地不能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要绕着走对吧这种预期和这种现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